哦，就地图不反正他就地图以后写写写这么多这种讲道理的东西嘛，其实有时候要跟那个时代结合一下，因为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啊，你想《古文观止》啊、唐诗啊，或者是说什么对吧？明清时代什么文学作品，都是很好。那你当时也很好，取得一些讲题跟你道场的融合，这样的话跟青少年比较能够衔接啊。或许要讲得够，因为有时候青少年的见解不一定接受，做包战的。那你也不能做包战还上情不理解你听哦。比方说我们现在真如复兴嘛，真如复兴可是我们上的都是45经啊。那你我现在这样说，你起码什么45经都封建的，非常的封建，你根本就不来听。你讲的45都好，我白听。根本不好改。那你那想说，或许现象来说，如果要让年轻人知道儒家的东西，一定要从人文儒风啊。为什么从人文儒风开始？我们说真儒复兴啊，可是我们要的是儒释风骨啊。那以小45经啊，有时候年轻人未必能接受。所以为什么？因为后天显现嘛啊，儒是表，外面就是儒生嘛啊，道是儒的，一定要这样才会搭配起来。你只像那个45经，他未必能接受。你们基本上要有人物，要有文化，要有儒家的风气的，才能带动道场。你要有儒释的风骨的意味在里面。不只是内在有礼貌而已，要他现在的那个想法。所以这样的话跟年轻人相衔接。如果一面讲说修道者的责任，什么是修道者，什么是他们就来说这些提供就不管，我比较难。这提供有或者实践不一定是这样的，不过或许是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刚说讲这个课都是从这个出师必要，或许够正的。这个第15的那个行外功跟修内，那或许因为这样子，外功跟内我其实是同一个。你只讲一个题目行外功跟修内的话，你讲不了不同找到。但是你进来行外功跟修内的卡做一个北方怎么处理？所以这个不光这里是北方的，所以为什么我从这几个单这看看看，你这从文学里面就可以找得到。所以这些都属修三个之后，那迄种修外功行内果这些做，我感觉讲，你就是要像水消线呢，感觉讲大家听着无吸引力。水消线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我感觉，到底是比较这种中庸之道，这个是靠属在人民方面。所以这就是多两种，这头都三五干子，所以公才简单呢，像大家讲都是搞。好了，这个。桃花源地，桃花源地的内容怎样？就是冬季女士桃源女耶尼哥的时花，就是这个机会，伊讲伊40岁的时候，我也不讲这样，你在这里有讲，当跟这变成刚女，时官或者下列归属来施洗，归属来施洗的补罪都是内容啊。他这样呢，娴静少文，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躬耕隐居，抱定志向，自乐无比。这后续跟他们这个跟你说到很有关系。而且这个里面不是很烟雾，刚刚讲，咱这样的也讲在归隐这隐士，隐士是一种风骨啊，隐在风骨之在，一切。但是伊无要去做官，无去做咩啊？所以不是伊40岁前根本不要做官，所以那个是那这个是在你们家的诗词啊，像那个这过去来发表那个
好演技，作品组织啊，你的助理才有趣，可能以后有机会再研究。伊本身就健全嘛，无啥讲，伊就在嘛，伊所学的语言可能是在，不爱，你说不要跟分享，说不爱打夸张，不爱打口误出来。现在是父母的业绩，所以咱讲大学形式，那我一般看放人做光，放人做啥，伊有或者是你新手去讲嘛，你读书兴趣来，就是你做光，伊大学这。伊所排就是公民利用，我对我做出来。结构它包含得失、公跟民技巧，小弟他本身修，只是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慢慢着下的层面。所以讲，报进志向是的，就学习的很快。咱学员若报进志向，真正有决心，会习得，不管你生活怎么样，不管你心境如何，就是咱讲，咱嘛无法做到。你像其他去有一个小小领域，伫领域内面，咱们相当超越视觉效应的快乐。咱看就是看到欢喜，说虽然你都看到一视觉效应的东西，但是咱目睭本身无所有特别快。你较古早的名有影响啊，传统物件是足久在可能是改革不会。所以讲视觉上，伊算是不一定是那个很旧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在脑过来，变新的，有的新的肉是旧的，对不对？但我们新人笑啊，知道旧的在空的，赚钱。所以我们给他这个心灵的层次提升，我在乎所谓的突破心啊，所以这样子能够自热力，这得考验你的心境啊。对序来时有节录，对序来时田园相比。自以心为行义，悉愁善有无悲啊！不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味，觉今是而所非。这不是也讲一个词，我台语我也有我解释。意思是讲，不能。咱除了产品啊，我们不让去捡，但他不回，何不回？为什么不回去呢？既然你家己有心做你的奴隶，你有心做自己。你可能在手上，家己比较集中啊。意思是讲，伊今仔日放弃官位，放弃一寡不名利禄，你两人对遐本来讲无看人做，无什么，那个顺序的，爱放下咯。你爱讲你较早，以往是不见的，较早来讲你是听啦，有一种的笑话。知来者之可追，讲知影讲人间得对着，你咱家庭头无工去追着，你无收咧，肯定无飞哦。你无做出来的，公正你拢家己做出来。实在来讲，迷途的体会就是讲，你早无状元啊，你的心嘛无入去状元啊，你身心都无状元嘛你有怎有迄个改变出来？觉今是何所为？咱讲今仔我变成简单，我今仔日。辞官而归田园是正确。我较早就在讲你，我去兼做官，兼了真是你是唔对的。咱或许当然人无是一个意义，因为或许一条路是新增复兴路，咱知道，一条路是体育公园边啊，一条路为啥特别多三段，差不多就5公里，5间刚刚掉，5间或许改第3间，也袂容易。或者平常去做做他的做料，比如沙包啥，那边放进去这里来就对了。这样比较多少的3万内，我2万7，就是1兆。你经常照1兆，大概咱是我说我就照了一下，我忘了10，不过现在这样就不好，跟原者材料后嘛，跟这个后这个外，但是行情，卖多品质才给才给钱，但是实力有一定的。但是伊其他的 speaking 就唔像是嘛，他会
较对人啊写来写去，因为咱有足大足久、足野心、足大的心肝，较食亏，啊无成啥我就做去，因为咱毋敢去甲讲啊，咱国外只有做咧做咧买3份，我毋敢做去，心够的。所以讲，这个诗颇符合咱即摆修正的心境。陶渊明有这饮酒诗，尤其这首你25首里面这首很出名。大家有听过哈？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始终有真意，欲辨已忘我。这是1580年之下，开始1580年前下载。那个对吧？也实践就好了。伊讲我这个去年处理挺简单，但是无销量表现也比较差。这神经的就好，有可能咱即马出去，就算讲毋是都市来讲，车辆对人声嘈杂，对一寡代志，比如庙会啦、抗议啦、游行，拢是一个喧闹但是以前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前人讲，改当中你住伫遐无叫人来吵咧，因为我心忝啊地自偏。我心远离那些东西啦，地自偏，必然是人讲，人讲你山去遐远伤天跳，伤天跳咧怎？其实咱天才有出去安置。你若做一个，比如讲，不算讲南山，你若忝伫市中心。不是很奇怪吗？你这个物件是需要一个风水地理，是一个水势，一个山势。你若忝市中心，安尼就变成讲最出老远，但是伊无相应需要迄个环境上。所以讲，今仔日陶渊明讲，我心交这种喧闹的物件，艺术无去甲计较，无去甲客气啦。所以讲，我虽然大所在，离一个村卡，离一个人或一个所在。拢无所影响，但是伊即个，比如说伊无伊去做一寡农夫工作，你既然是已经隐居伫即个家己的故乡，安尼就是已经做农夫去，互你旅游生其他工作。在农夫的时候，你有时会去，讲有竹花啦，来做竹花套，有一寡物件来做。插菜啦、煮菜呀、野菜可以吃嘛。但是伊这个情景就是讲，伊伫篱笆下东边篱笆下，一般一个竹花，你来做菊花茶。这个情景突然间掠头摕去看到清净南山。伊这意思是讲伊的心意是相接心交近，突然间契机就对。伊咱袂刻意去看风景，你去看风景就是规日佚佗。我是风景足水，但是伊住在遐就是山头里面就是风景但是伊即摆个心境已经达到一个清净的境界，接近清净伊个心境清净起来是一般的菊花，本来是没有意思去栽菊花但是突然间你去看，这山这么广大，这么清净，我面前，我就唔通去看。今仔这心境，跟这山，这情景，咱适合有契机伊心跟景色都契机嘛，它已经超越了视觉的作用，它已经达到内心的这个宁静，能够看见这个东西，能够领悟到这个东西，能够心理上的所以说，突然间他又看到说山气日夕佳，山中的景色跟这个风景太阳、夕阳都是很漂亮的。然后突然间，这个飞鸟一只拢在变更伊个鸟的位置，相与反，就是讲规范的关系，分两个就是规定很多的事。伊出来的奥义还更别巢穴配合着这个山间的日系，这个夕阳、山景，你看到其中始终有真理，其中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但是我想要去甲讲做
争议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你这样行政里面，就要变在里面。你有时候你一下子不能够领悟的话，你也刚刚想到会变出到底是个错觉的，突然间灵光一闪，我突然间想到生命，因为一种那种艺术哦，但是一下子没办法了解，所以变重，但这是揭露了真正的讲是台湾人自己。所以讲，语气在的写这里面啊，这个不是说说的啊，讲一50个的，50个的，咱讲是啊，50知天命嘛，但他不知道天命，他只是说他在隐居的时候，隐居15年，他也许幸好他大学学习，15年隐居15年，大学学生，那就使他这一些好好有劲。那些渔夫啊，无意之间哦，他可能啊，在无意之间，那些各种啊，比居楼放着。半截，说和谐，说美好的，比真正的搞好。后天说的更完美点，第三说起来呢，啊，烟土中种对桃花树，桃花树哦，桃花树到底这边有？好，软体啊，软体啊，哦。桃花源地，一个人那地方的人，进城会就所以说在啊，就结入在人间头球桃花，啊，就出去桃花，桃花主要看是桃红色，一切以红色，但是今天是红色，所以啊，变桃喜气的样子。这是说桃花源地，它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讲，伊大口入面无偌久，就咱找着个怪人有居民，大家拢笑容和谐，和气待人，袂纷争啊，家家户户拢做好客，彼此互相帮忙，这就是他说人之初，因为当初伊迄时代就战争嘛，所以战争哦，感觉阮人家人之间拢袂信任，嘛无希望叫人相讲话。讲着话，但无好的种各官户就是也一般所以讲那个时代，它本身就有一点厌恶这个战争的存在，所以讲他们就很想要有一个
很和平、很朴实的这种环境，啊，就有迄个想法，就是讲我会使从我心境的物件啊写入这个文字内面表达出来。咱即摆讲道理嘛同款，嘛是像咱今日所理讲的物件，这个道理讲甲表达出来，大家拢知影讲哦，我所期望的世界是安尼，我所是要达到的意境是安尼，哦，所以讲它以从做原始，哦，做情感、做真挚的物件，啊来表达你的朴实跟自由。这些是咱即摆讲莲花火火，莲花火火它是一个情况很快，哦，啊，即嘛是将来咱对心中天堂的向往，大家嘛想要有一个人间净土啊，但是一直拢无法度实在。哦，咱即摆大家讲，就是要实现这个理念。咱其实可以做起人间净土，就是随时心境经过不境，咱的心境来好，心情起码就拢是心情。因为心体无私，天地宽，对不对？所以今仔日咱看这个莲花啊，这个桃花源地，其实有人讲这是虚拟的。所以伊意境大家安尼，但是根本无这个所在。伊只是讲描写一个所在是我向往，来，互大家看，咱讲，伊嘛想要办到的意思，伊想要迄个制式的意思，但是大家唔使咁样看一遍，就拢不太对。嘛是需要路上安尼，哦，里外外口去天空去度，啊，人做到的是嘛，就咱家己舒适，哎，内外兼顾，哎，咱大家对。才是我们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启示。好，咱对桃花源地的这种启示，与这桃源里这个名哦，其中有收变，伊变成切边嘛，哦，迄个溪伫山条山中，伊也无法度人足快的讲变足深，因为足快就变咱叫做河、湖泊嘛，哦，洞庭湖啦，什么湖。但伊也法度足快，也变山条山条做，伊就造清的路，所以叫做清幽。但这个名呢，就是地的地位在里面。咱老是讲知之者明啊，知人者智，知之者明啊，强行者有志，刚才所以讲这个灵地，就表示讲咱今仔日心平心静让家己，咱的地位要有家己。唤醒他，唤醒他哦，你讲很多上文字讲是不够的，那个灵清，灵清一方面是加强自己的动作，熟悉度，你擦彩修水啦，做人另外食材，你这个步就是紧手，熟能生巧嘛，所以讲，而咱一在地者就选手人，去风清人分，还是讲去胆子发挥，你行去做，让大家很年轻。但是咱年轻难免有所策略，比如说，需要该怎么调整，中等的困难，让它就去超越跟什么？这个时候要超越，就需要智慧。有时候我们会说自己智慧总是拉达不起来，就刚刚我一生中很成功的这个成就，但是讲我一生中有一个物件特别好势啊，拢无一个，功名利禄哦。人来搞表扬啊，讲哦，人家我做好啦，像讲你做搞啊。其实这个东西是建立在内在，因为咱今仔日里面是就是告诉这个修炼过程嘛。你对在讲是个进步，我靠物件，不讲我自讲啦，不是讲电嘛，变讲电，是叫自信讲电。所以讲你今仔日的情况，我觉得有时候咱体验，难免会说自己还会有很多疑惑。那个伊就是讲，我咧做，咱真正是大家对拢是对。咱有时看伊外口听人讲出个道理，做个道理嘛，人专门咧批评各道，嘛人批评真理的，甚至有人批评很多宗教的经典都是伪说的。伪说是讲，伊东西无写，比如迄个大师、迄个大法师、大师们集结的时候，伊嘛都写出来。佛陀本身没有产生经典。无就讲佛陀成这经典之后，肯定盖到拢等他回去的。所以说他这个启示就是说我们觉知的时候，一定要从内在去启悟自己内在，因为注意自己的心，就是这个重要的物件。其实道场很早就说，老师的灵感就是讲
都是讲一些道理比较多的。化学是显见的这种讲，咱其他有欠啥？比如讲我家己感觉讲，我欠啥物件？咱比如讲这个处长较早有讲对这个禅宗的物件，其实化学觉得禅宗正道是非常可以参考。你能走的这么显见啊，可以想出的应该是心理症状。心理症状现在确定之后，利用三法心法来演化出我们从很多文字、很多心性生性心生啊，从性心生里面去领悟到心理症状，然后再来就是要正道。因为它是你变成电视机，可是我们正道的几率不高，百分比不高了。就是讲咱讲是一个问题，讲10天你至少有2天爱有正道。咱若讲足侪问题，比如讲100题，上多还有500题才正道。这个物件就爱学来实践。外人听什么听高薪900高薪500，一般讲有的。可是那个外行听闻到听起来人很好，来人就是讲个才500题，你500题现在这5个方式非常熟的，但是有出来人来讲，我说无听这500题，是咱无伊无听就是咱不够成。所以说，我们那个扩大那个人物。一定要把这个真正的觉知的东西提出来，让大家分享，这样才能够有所谓的形声嘛。咱唔使讲这个物件哦，那细小一寡，比如讲化学这个变化学词语，就是经历周边嘛，有3周边，化学有2周边的。他们5个意思就是说，咱得讲的这个物件哦，那你。高中以上、大学以上来讲做偌讲，但是高中、大学来讲并无厉害。我意思讲，咱即摆着所讲的物件，因高中生以上去做嘅，就做好，电脑语言嘅比咱较厉害就无啦。但是因即讲无厉害，咱今仔做遮久嘅人，嘛讲这个物件，咱对人一直在讲出来，可能会切误去，哪有意义存在？你若讲这个文字吼，其实不够用。咱外口现在确实比较看出来，写到实际，那个一个什么妈祖同德会，那个什么一个给数类中吧，他们也是在讲课文，因为他这么讲的课不一定会比我们那里面浅，他们有时候讲的很精要，甚至有一寡给材料过来，那种材料是被封锁的地方，其实他们讲的课比我们更厉害，光是光13档而已，直接来发一篇短文，然后10个文经。那内容讲的都是非常新兴的语言，或者什么这是香港上感觉在学习语言，虽然他讲的不是非常中庸之道，但是有关对个人偏执的想法，但是毕竟有觉知的引导，呼吸是修的，觉知引导。光这个物件，伊是有生的虽然改的，但是伊拢不可能不看人不看你，伊嘛不从经验哦。就刚刚他是讲的就是内在的东西，他说或许刚刚。形声者可以觉知，这个启示哦，在我们修行当中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陶渊明或许是这个人物，以这个渊明，我刚刚做这样所以说，乃让你若能够在诸多作品中得到特别的启示，这样物件我哋多有切实哦，这个物件经过特别的意义。所以你看，他无上这样的是或者这鼓励，安尼这样，他本来看好像是没感觉，但是当事人、当机者一定是有新的进步跟体悟。所以说，咱点来学的在这个里面，突然间的神来一笔，突然间的灵光一闪，灵机一动，这种是在讲这个物件。其实有一寡作词作曲家，还有一寡雕刻家、创作者。伊讲有个人不能讲名，灵机一动，音符、音律告诉你，他那个下来，他跟钢琴，他那个艺术说，这是常常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到底是要得到这样的启示。突然间，他看什么惊醒，干嘛？他早有一个理论当通听的，他那个下来。
下来跟你跟那边统计数，或许或者是其次，啊，被灵感，灵感是定下来，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去把它写下来，当某年某月某日记下，23，但是或者真的记这些起数，那以后就把它留下来，好的留下来，或者剔除掉，啊，以后经过验证可以再用就留下来，那经过验证不行的不能用的就把它掉，所以说文字的启示这是什么构成？第一就是他们下面比眼睛看见的启示这种启示也像，你到他感受度嘛，他不感，啊，你目睭看到的启示跟耳朵听到的都是一样，就一直是六根嘛。当然，咱今天你建立这个深渊，啊，这个语言，一定比赛比赛，但是一定要突破它才对。或许在公家行动，讲桃这个物件有桃花、桃果、桃机、桃果，桃花心中所有的物件，用这出它高处的这个视频，桃机让定型。咱今麦较早写村，今麦写村里，较早是有桃木做桃子写村里，但更快的定型。桃果是咱上来鲜果嘛，鲜桃。那社会规矩了，弄叫鲜的，或者茶果，这个鲜桃，鲜桃叫藤桃，或者讲普通叫鲜渣啦。鲜渣也学名叫山楂。山楂。伊那或者较茶这是那叫鲜渣。鲜渣是讲伊足好食，食了安尼，会当调节体面，新鲜安尼。所以讲这个物件必须不成立，接受很多，跟山楂。山楂这样，真正很有这个鲜的感受到这样的。美国人很喜欢苹果，我知道，迪士尼苹果，那疾病远离我们。咱华人嘛，海南华人用该用鲜加水叫鲜果，那咱公司都是这样的意思。迪士尼苹果疾病远离我，一会一仙堂，佛祖不理我，我属我下。意思是变一会是讲咱等于是等于先得，先得这个故事呢，就是从齐天大圣去颁石龙过很好的东西，一直是西游记很像，但这都有这个。咱基本上讲桃这个东西，我们本身就很喜欢，所以用桃的东西来比喻说，咱让心中做大的这个意义。咱今日修道的时候，这个先得。看人家生活来讲，我干的，我是属于所以有人讲中国体玄关内玄关中国体，它形状就像是一颗蟠桃，跟蟠桃形状一样。它吃了一颗，那么7000够3200巴掌的颗星，头前1000巴掌3000结一个，中间6000结一个，后壁9000结一个，吃了前面吃了能够加强修为，中间是能够长生不老，在后面修了吃了能够怎么样？与天地同寿。我们这一块跟我们现就是中央时间有关，所以意思是说，好的东西代表是修行的境界。那我们讲得到前提在长生不老，要延年益寿，刚才呢，所以说桃花要分享嘛，咱较早就讲叫桃花贵重。咱知啦就是讲一个桃干那叫桃花，伊小姐缀伊种桃花，就去对面互伊雕刻，这桃花足少，嘛足地道，伊坐船要对方的身躯就迄船夫甲起人，伊这嘛不甘示弱，船夫甲起人才就对上帝，拢无叫船夫食上。这挂有加有机会，到啥机会？这挂这个7、8个大问题，财务分不要我听大，迄全部面上讲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是讲一个桃，它本身不仅能够代表美丽，可以代表智慧。咱的诗经很多，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宜其家人。这种宜其
要加水，然后呢，按照浮生去实行，后面有写，意思说，他桃花指一个那个女孩子嫁给了对方，她不仅长得很漂亮是不够的，她要有内核。她长外面漂亮，但是内核也是很重要。所以呢，这《诗经》特别细心的攻略。意思说，他不仅用桃花带，就你可以观赏漂亮而已，你还有其他的作用，你还有内核。所以说，桃字可以取名啊，这样子的啊。桃花源比较花匠别有创意，就嘛可文中二哦，文中二。桃子可以鲜化，这个鲜桃花可以写诗词呢，这是什么意思？桃花粉红色或桃红色的代表喜气，所以说这个桃给我们一个意义，原有的意义。春长人间嘛，够大家你这里呢，该够做这个，也启示花园的启示。所以说，化学的宣传是题目就是说，从这边开始是否能够做一个从文学作品跟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一起的部分，它跟那你现在跟谁啊？它基本是跟人对不对？文天祥啊、王阳明啊、朱熹，这种儒家代表的，那是天之中的。所以说它本身跟修行跟那个修道，它的题目本身就有连贯性。它的连贯性的话，我们再来一一的做引申、做回去，这样子来讲述说我们大脑是有文化的人文文化的，不是非常主要讲的一天啊、一天像天，这个东西有时候讲久了那接受度就会比较差一点。如果用带入那个引进的方式来讲，或许有一些情形、有些年轻人会比较能够接受。当然或许超纲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它不一定这个是能够用，但是我想说，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的话，让这样子有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挺好的。它这个不是就讲个上头孙之类的，不是跟共识。有机会的话，再把这一篇做得更好一点，让各位听众能够说从里面得到一些小小的启示。这样子话，接着后面有我要求你们，这是感谢大家。好，谢谢。谢谢。